有10秒1。3分開發成功啦，羅展雄攞翻籃板先。周希賢攞11分啊，暫時令到呢個 LCSI 以11比9領先，11比9。2號犯規，黃真。最後已經踏入咗最後嘅1分45秒啦。最後分半鐘，暫時黃俊隊以4分落後。最後1分鐘。11比15啊！而家最後30秒啦。進攻時間仲有10秒。5、4。哇！入埋周希賢，再嚟一個3分，4球3分啊！佢個人攞咗14分。最後羅展豪都入翻球3分先，不過可惜比數係14比18啊 ！LCSI 勝出。